作。永和9年，岁在归头，暮春之初，会有过家三阴之难平，修下事业，君贤必至，孝长咸集。此地有众山峻岭，无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急湍，应带左右。因以为流觞曲水，列作基础，虽无诗竹，官贤之声，一上一应，亦足以听事幽情。是日夜，天朗气清，桂芳和调，用冠五洲之代，俯察品类之声，所以游目听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甚可乐也。故人之相恶，俯仰一息。吸取自怀抱，妄言一息之内，ฮ็因其所托，放浪形骸之话，虽处下但殊，政策不当，当其兴无所有，暂得无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及其所知极观。情随事迁，感慨他之意，向其所兴，俯仰之间，以为定节，由不能不依之形怀，况修短随化，将其污尽。古人云：书生亦大义，岂不同哉？每咱识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切。理想不能闻家道，不能如之无怀。故知一书生为负担，则平常为妄作。后之视今，亦有今之事实。比乎古历史诗人，录其所述，虽世俗思义，所以兴怀。以地一样，后之难者，亦足有感无书文。